斷水斷糧，農村變孤城。廣東陸豐烏坎村村民因為不滿村委會私下賣地，當地人大選舉貪污，9月21號圍攻村委會，毀壞警車。上個月幾千個村民遊行到市政府靜坐，爭取人權，反對獨裁。難得當局默許借派便衣公安監視，但上星期五當局突然宣稱事件已經平息，又認定維權組織係非法，仲拉咗5個維權領導添，其中一個懷疑已經俾酷刑打死咗。尋日4點，幾百個軍警入村，再拉維權阿頭，村民用石頭還擊。但係咧，佢哋反轉頭過嚟就即刻打出嚟，全部打得好多，引起一場大火，燒咗一大片草。好在冇人受傷，雙方對峙到朝早9點。大烏坎村已經被封鎖，唔可以出入，仲斷水斷糧斷電添。唔係同政府對峙講，係我哋本身唔係咁嘅，嗰啲貪官咧真係太離晒譜啊！唔知嗰啲政府咧依家仲有咩辦法咧，要使我哋村民，即係唔知佢仲要下一步要點樣對付我哋村民，我哋就唔知，所以麻煩你哋去報道下真相。有村民驚會被當局迫害，希望外界關注事件。